咁多位大家好啊！嚟緊星期日5月11號就係中年好聲音3嘅登峰之戰啊！淨係去啟德睇呢個場館啊，同埋幾位大魔頭啊，佢哋點樣決戰呢個啟德啊，就已經好有睇頭啦！再加上黃鄭仲會做暖場嘉賓喎，哇！大家都係撲飛啊！但係無線嗰個咩6大活動啊，點樣去攞到飛呢？完全係摸不着頭腦噶，我真係一籌莫展啊！喂，有冇人真係攞到飛噶？係咪揾笨噶？唉，算罷啦，都係睇電視啦。嗱，睇下佢有咩新評審先。早排唔係話揾呢隻鹹豬手嚟做評審嘅？嗱，大家唔好誤會啊！我話佢咧呢個小豬啊係一個跳舞高手，好有內涵，簡稱鹹豬手啫。嗱，計我話佢嚟做評審，醉翁之意就為女人。肯定係為咗我哋嘅海兒老師啊！吓，你話佢咁靚仔，有咩女人未食過？即係未識過？你講得出呢句呢，證明你冇睇新聞啊！佢所到之處啊，真係寸草不生啊！唔好意思，係所到之處係女都俾佢昆。聽聞佢酒店啲掃地阿姐都唔放過噶，佢嗰鋪癮真係好大噶，好中意捉住啲女人做運動噶，仲要唔劇烈唔做添噶。你諗咗去邊啊？我係捉住啲女士走去上跳舞堂啫，佢跳舞高手嚟噶嘛。無線啊，重金禮聘啊，就係佢想評決賽嘅跳舞環節啊，應該係跳唱嘅環節啊。不過今年好似改咗制喎，佢只需要評3條友嘅啫。嗱，兔仔新聞，你咪當我老襯啊。中一嘅時候啊，第一回合啊，6強都係先唱慢歌後唱快歌嘅。嗱，中二都係咁噶，所以第一回合啊，起碼有7個人俾佢評啦。唔係啊，真係改咗制啊，新聞稿都出咗噶咯。佢又講到明話，首回合7強參賽者咧，各自演唱必殺歌，綜合翻7位評審評分同埋觀眾最愛好聲音嘅票數之後咧，總評分最高嗰3位參賽者咧，就會晉級第2回合噶啦。What？咁咪即係一首歌定3甲減而稀？喂，咁我成掂啦，佢唔需要再整啲咩婚禮 video wall， 直頭可以 call 綜藝科嚟翻個爸爸去哪兒晉級好 easy， 到時老婆阿仔齊舉牌，對住評審啊搏命嗌，打多一次親情牌，4位即時講拜拜，得翻3甲啊！真係話咁快，但到時成啊爆發小宇宙啦，一腳就可以伸開你班大魔王噶啦。啊，唔係斯文啲，即係一首歌咧贏咗就可以進入第2回合噶啦。咁係咪即係同上2屆調翻轉嚟玩啊？啱啦，真係聰明啦！嗱，今次咧進入第2回合啊，3強就會輪流各自演唱決勝慢歌同埋決勝快歌噶啦。綜合7位評審嘅評分同埋誰是冠軍嘅票數之後咧，得分最高啊就會獲得中年好聲音3冠軍嘅殊榮噶啦。即係簡單嚟講，等我講翻人話啦，即係第1回合咧，大家唱1首歌咁大把啫。第2回合啊，3個進咗級嘅3甲咧，就可以唱2首歌啦，1慢1快。簡單嚟講咧，即係7強入邊啊，有4個若然進唔到級咧，唱1首歌嘅啫，練咗另外嗰2首咧，都無用武之地咁解。哇，咁好殘忍啫，叫你啊練3首歌，到時進唔到級啊，淨係唱1首嘅啫。喂，好似早2屆咁樣玩法公平啲喎。至少練完3首歌啊，都唱到2首出嚟啊！嗱，講完個賽制啊，不如講翻啲評審啊。嗱，除咗畫面見到咧呢4個常駐評判之外啊，即係海兒、肥媽、張佳添、周國峰啊，我哋先有鹹豬手啊，即係有內涵嘅小豬，係一個跳舞高手。跟住咧，好配合呢個啟德舊機場嘅Cool Mo，我哋嘅機師啊，Captain Cool 啊。咁當然最重要佢嘅身份咧，梗係校長同埋總經理曾志偉、掌門人嗰啲老友啦。講開校長，會唔會揾佢做第7位評審啊？哎呀，最近佢要避嫌啊，所以唔好啦。更何況佢第1屆做過啦嘛，冇新鮮感啊。所以第1屆決賽做過嘅鐘鎮濤同埋呂方咧，都係唔好啦。換句話講，第2屆決賽做過嘅楊千嬅同埋陳慧嫻都係唔好啦，唔好重複啦。咁呢個唔好，嗰個唔好，你想要啲咩人先？咁啊，最好啊，一來唔好再同趙俊成有咩拉冷，有翻啲公信力噶嘛。二來最好同陳慧嫻一樣，有翻啲份量嘅，即係唔只要公信力，仲要號召力。咁阿 Lam 林子祥夠份量啦啩？
曾志偉，你又請我好貴㗎喎。哦，咁啊，不如揾你老婆啊，你老婆得唔得啊？我老婆等我同你傾下先啦。嗱，有阿 Lam 哥出馬，莎莉姐啊，梗係岌頭應承啦。好啊，一於拍板，你呢個決賽啊，嚟決賽登峰之戰做第7個評判啊。咁揾得葉倩文啊，算唔算揾啱人？至少我揾唔到啊，佢哋相熟嘅相關新聞。咁樣佢哋兩公婆啊，真係前後為中年好聲音一人做一次客席評審，呢啲重量級嘉賓都算係幾難揾。嗱，3位客席評審咧，有各自自己嘅任務噶。羅志祥小豬啊，評呢個跳唱啊；葉倩文啊，考核歌唱實力啊，啱晒佢啦。話晒係傳奇歌手，加上唱功非常之紮實。但係到 Chilam 咧就真係有啲奇怪啦，鑑定巨星潛質。哇，唔係又玩下森美嗰隻啊嘛？你有星味就 MVP 啊！不過最令人擔心咧就係肥媽個病情啦。喂，到底佢可唔可以好翻啊？趕得切嚟決賽咧？佢趕唔趕到呢個決賽都好啦，唔好又搬翻戰隊13分出嚟啊！呢條咁嘅伍仲衡要翻嚟根本冇可能，撐佢嘅 KOL 根本就將觀眾昆。呢件咁嘅垃圾評審 ，TVB 係一定唔會將佢揾。我鬧佢啊，自從 Day One 見佢前面啊後面都爭，係我由頭到尾話佢翻嚟冇可能，係全網絡唯一個人。總之要佢翻嚟唔好啦。嗱 Lina Bell 有發現啊，佢話唔止評判齊人啊，7強嘅歌單都齊咯。嗱，官方釋出咗佢哋決賽登峰之戰嘅第1回合必殺歌啊，7個齊晒啦。第一位黃渤唱嘅，咦，你話我講咗咁多次，不如俾選手自己講翻次啊，都好嘅。大家好，我係黃渤。我嘅必殺歌係 If I Ain't Got You， 用呢一首歌去感受過啟德，希望大家支持我。嗱，呢首歌咧班星夢小妹妹唱過噶，大家聽下。好啦，到阿雨神啦，我係張雨神，嚟緊嘅決賽呢，我首必殺歌係我最中意嘅 Whitney Houston 嘅 One Moment in Time， 一定要支持我。雨神好似第一次唱英文歌喎，哇，十分期待啊！我是劉洋，我的必殺歌是輸了你贏了世界又如何？多多支持我。謝謝大家。首歌就林俊傑嘅，話都好多爆發位啊，啱晒你啦，劉洋大哥。我係陳子瑩啊，咁決賽嘅必殺歌呢，我會唱小天使嘅，支持我咯。首歌應該係容祖兒嘅，放心，今次真係啱晒你唱嘅子瑩。大家好，我係甘海，非常開心在決賽的時候，我的必殺歌曲選的是為你我受冷風吹，投我一票，謝謝。喂，呢首掂啊，林憶蓮嘅名曲啊，啱晒金海利啊。我係俊成 Gary， 嚟緊我唱嘅必殺歌呢，就係我啊，支持我啦。首歌應該係哥哥嘅名曲嚟嘅，阿俊成會唔會唱到令人好感動呢？ Thank you。我係占士丁丁，我嘅必殺歌係海闊天空。多謝大家。占士丁丁今次唔係唱張學友，係唱 Beyond 嘅海闊天空啊！放心，無論你唱成點啊，你已經闖出自己嘅一片天空啦。嗱，講完個歌單啊，不如講翻我哋成成啦，好唔好啊？成成 ，Thank you，又唔使 Thank you 嘅，你個婚禮咁感動，做得咁好啊，我 Thank you 你就真啦。又知但係咁喎，嗰晚準決賽嚟噶嘛，唱歌唱到好似擺酒咁樣啊！啲網民家陣唔叫啊！嗱，家陣啲網民話要報東張啊，要控訴你哋製作組做馬，我睇你點搞，驚你報東張啊，騰咧！嗱 Lina Bell 話嗰頭報東張，嗰頭就有反應啦，果然高效率啊！嗱，5月5號星期一啊，東張團隊啊即刻回應網民嘅質疑啊！果然係有網民報東張啊，奪得全場最高分兼 MVP， 惹嚟網民一片嘩然之聲。嚟啦，家陣質問你啦啊！東張西望主持公道，伸張正義啊！嗱，睇下佢哋啊，一臉尷尬咁噶啦。咦，等個內容好似有啲唔對路喎。巴背後嘅大屏幕亦引起網民質疑，將現場變成個人婚禮 show。其實節目組一直鼓勵參賽者善用。喂，家陣東張西望唔係同你伸張正義啊，係同阿成成洗白白啊！個屏幕不嬲都俾你哋擺相啊，係你哋自己唔擺戇居啫嘛！嗱，講明啊，我的歌星女咧，佢哋自己都有擺個相噶，邊有唔俾你哋擺啊？仲有啊，裏面有啊成成噶，所以成成咧係好清楚有呢招噶，佢自己諗噶，唔係製作組幫佢噶。我自己諗噶，因為其實我嘅分數係
墊底啦，咁同埋都係爭幾多下噶。哦，原來你自己諗，唔係製作組幫你嘅。咦，等等，師傅話唔係咁噶喎。你話團戰啊，真係問啱人啊。佢話有驚人發現啊，第一組傾城係唱劇場版，第二組小幸運何止有課室，仲有埋黑板，第三組到底發生過什麼事，一樣同你玩劇場版。另外嗰組冷雨夜都係咁樣同你玩，仲有兩組啊同你喺度跳舞，除咗唱歌都好唔得閒，淨係你哋動喺度唱歌啊，點夠人哋玩？擺明係製作組啊，覺得你哋齋唱歌啊，冇其他嘢搞啊，同其他組唔同，咪叫你求其擺啲相上去咯。唔好同我講話嗰啲練習相會有啲咩效果，有咩威力啊？最重要嗰啲唔係私人相嚟噶，係佢哋練習啊，算係一個公事上面嘅相嚟噶。基本上成個中三啊，係冇人用過私人相噶。但係節目組又話啦，後面有 video wall，平時都係啲選手啊特別要求嘅喎，好似阿張雨晨同埋詹士丁丁啊，搞到好似教堂啊婚禮現場咁嘅喎。喂，大佬啊，呢個理由仲荒謬啦！呢啲唔係製作組嘅責任嚟嘅咩？呢啲唔係特別要求啊，係你製作節目嘅基本要求啊！你都想個節目好睇噶嘛？等我踢爆你啦！當日子瑩唱嗰首《領悟》啊，後面放櫻花係好有效果噶。喂，唔通係佢自己諗嘅咩？梗係製作組幫佢諗噶啦。喂，同一個效果咧，幾年前用過啊。見唔見到同一條橋嚟噶？唔通當年係 Chantel 自己諗嘅咩？阿優唔好撐咁遠啊！講翻阿成成今次嘅 video wall 先啊！我哋嚟個逐層踢炮啊！首先，點解今年嘅準決賽係經典情歌之夜，唔係好似上兩屆咁啊？往時都係歌手助力賽嚟嘅喎，點解今年突然之間轉咗主題啊？有樣事勁搞笑啊！啲新聞稿為咗幫成成洗白啊，話個 video wall 係任佢哋擺相嘅喎，咁不如睇下8強入邊啊，呢5個大魔頭啊，有冇咁嘅需要先？學肥媽話齋啊，佢哋5個直冷衫都入到決賽啦，使唔使放啲私人相出嚟啊？就算阿博啊有峰哥仔，都唔會同你咁搏啦。你諗下啦，成個中三啊，有幾可有人會攞私人相出嚟用噶？成個排名分啊，真係要攞嚟搏嘅，得後面3個嘅啫，占士丁丁、黃鄭俊仁同埋趙俊成啊。咁不如問下各位觀眾啊，去3個入邊啊，有邊個係有家室噶？占士丁丁同埋黃鄭俊仁都係單身噶。換句話講啊，配合呢個情歌主題啊，趙俊成可以攞結婚相、家庭相出嚟，咁佢哋2個攞乜嘢啊？攞空氣啊？阿成成你就話攞老婆張相出嚟啫，阿俊仁啊，淨係成日提住阿媽咪啊，點樣 message 佢啊，鼓勵佢關心佢，唔通佢攞老婆張相就冇噶嘛？家陣製作組啊，你攞嚟幫阿成成洗白嘅漂白水啊，就會1比99，但係你家陣恰緊嗰2隻單身狗啊！其實節目組一直鼓勵參賽者善用，點善用啊？你叫2隻單身狗點善用啊？阿黃靜 A0嘅攞乜嘢啊？攞空氣出嚟啊！阿詹士丁丁攞咩？攞前度啲相出嚟啊！就算你俾攞飛機大炮、倚天劍、屠龍刀啊，你要去游得噶？嗱，家陣我扮翻製作組啊！喂，詹士丁丁啊，阿黃靜啊，嗱呢個主題咧就係情歌之夜啊，攞啲相出嚟用啊，攞啲影片出嚟啊，可以打動到觀眾噶。你覺得佢哋咩反應啊？好啊，你俾條女嚟先啦。女啊，女啊，冇女點攞相啊？呢位啊，唔使啦。因為佢結咗婚噶啦，仲有啊，你班製作組啊，為咗幫成成洗白啦，核突到咧，叫啲大魔王咧幫佢講大話。他跟我說他要唱我這首歌，沒有讓他唱，我覺得難度好像沒有對王力宏那個難度大。真好笑啊！佢要唱劉洋大哥嗰首歌，喂，劉洋大哥嗰首歌講三角戀嘅喎，點攞老婆仔女啲相出嚟啊？老婆嚟到點樣啊？哦，你劈個腿咁樣啊？自己諗噶。阿劉洋大哥話你想唱佢首歌喎，跟住成條橋你自己諗噶，即係佢要幫你洗白，有冇同你夾過口供啊？成成，即係明明想唱三角戀，突然之間啊變咗幸福婚姻，哇個轉變好大喎！洗白點止劉洋啊，基本上咧7強傾巢而出啦，
為佢洗白啊。進城咧係真係唱得非常之好。你讓我啫，我哋係冇讓你嘅嗰日，係啊係完全冇讓嘅，真係靠自己嘅。哇！有冇禮讓呢樣嘢咧？即係唔使特登講出嚟嘅，特登講出嚟咧叫做此地無銀300兩啊！嗱，雨神粉絲千祈唔好誤會啊！我唔係話緊雨神啊，喂咁大家都係收柯打做嘢啫，間全部都係 TVB 員工嚟噶嘛。啱啱先見過主席老細啊，仲喺手上親手接過 TV Buddy 添啊！大家而家明白點解個個爭入7強爭崩頭啦？俗語有云啊，打工一定要埋到老細身，加深印象隨時都會加分，捧到你上天啊！真係邊個都唔使問，即係你唔想幫人洗白白都要焗住要做噶啦，即係等於大小姐指住你雲精叫你做嘢一樣啫喎。Gary deserves MVP. I mean, he sung amazingly. 明明啊，洗白白呢啲嘢真係不分彼此嘅，老外都要做噶。不過最慘都係王晶啊，明明4月13日已經出咗局噶啦嘛，之後嗰日啊，仲要幫大台做大龍鳳啊！好多次其實我哋嘅分數都好接近，所以咧我同佢講，我哋 share 緊同一個命運啊！如果你哋兩個其中一個得一個入到咁點算啊？會唔會唔開心㗎？你話咧會唔會唔開心啊？見唔到老細喎，俾你都唔開心啦。不過唔開心又點啊？頭先嗰番對白啊，佢由4月13號到依家幾個禮拜啊，講咗幾多次啊？作為好朋友，成成嘅 fans 聚會啊，梗係要揾埋你呢個好兄弟啦，又講翻同一番嘅話啊。其實好多時候我哋分數都好接近。成日話劇本啊，呢啲咪叫劇本咯。佢嘅對白一模一樣，起碼講咗10次啊，唔係應該10次以上至真啊。你話份人要有幾大量 ，EQ 有幾高啊，幾有義氣先做到咁嘅地步咧？真係搞到眾星捧月咁啊！你話入到7強都算啦，出咗局都要俾人用到盡啊！王姐，我真係要向你嘅高尚情操敬一個禮啊！有啲嘢因為觀眾唔認同冇公信力咧，先會不停咁樣提，不停去標榜嘅啫，連個老婆都搬埋出嚟啊！陰公。老公唱歌怎樣？非常好聽啊，非常好聽。明㗎啦，要呃人先要呃自己啊嘛！成成，你係我心目中最佳嘅 MVP， 因為我最中意睇嘅就係 TVB。好啦，今日節目嚟到呢度，如果大家中意節目，請大家訂閱、分享、讚好同留言啦，唔該晒，拜拜。